歐戰決賽次數對比，熱刺6進決賽3次捧杯，曼聯衝擊9賽6冠。熱刺歐戰決賽6次有3冠，歐冠決賽1次2019年0-2輸俾利物浦攞到亞軍。歐霸杯決賽有4次2025年對曼聯，1984年點球大戰4-3贏低安德烈治攞到冠軍，1974年2回合2-4輸俾飛燕諾攞到亞軍，1972年2回合3-2贏低狼隊攞到冠軍。歐洲優勝者杯有一次1963年5-1贏低馬體會攞到冠軍。曼聯歐戰決賽有9次攞到5個冠軍，歐冠決賽有5次，分別係2011年1-3巴塞亞軍，2009年0-2巴塞亞軍，2008年點球大戰6-5贏低車路士冠軍，1999年2-1贏低拜仁慕尼黑攞到冠軍，1968年4-1士砵亭攞到冠軍。歐霸杯決賽亦都有3次，2025年對熱刺，2021年點球大戰10-11輸俾維拉利爾攞到亞軍，2017年2-0贏低亞積士攞到冠軍。歐洲優勝者杯一次，1991年2-1贏低巴塞攞到冠軍。